另外来关心的是，嘉义县的8成以上的温室农业设备呢，就是因为大那斯风台造成损害。有这设备倒一半的农民工无法度去抢到补助，嘛有这全岛的农民工呢，因是找无厂商来处理。这嘉义县农业处表示讲，受损的面积是真大，即卖除了会延长这农民登记甲中间的申请时间以外，嘛已经请全台农业设备的业者来到嘉义来支援中间的工课。温室的网仔顶面，搁存一两粒烂去的瓜仔，抬头看顶面的篷布，拢叫互风台吹甲无去。伫太保进篷过的农民讲，伊的温室是降低的结构，想要来修理结构，毋过补助只有针对结构顶起的部分，像这种半岛要修理，都无补助通申请。政府公告的补助里面就是没有修缮这部分，只有全部重建的补助，这也导致一些说可能受损面积不大的人，他可能也会夹在中间。鼓励青年转来做事啦，当像安尼，3档都还未回收咧，搁贷款还未还了呢，就来安尼。伫这间半岛的温室附近，嘛有温室全岛的状况。温室全岛的农民讲，修理要等真久的时间，大家要趁食过生活。若是讲要拆掉温室开发证照，补助费用可能拢无够请工来拆。我迄天去问一个迄种啊。伊大温数啊，我讲你当时有哪甲处理着？伊讲2档后啦。政府是要逼阮落去重建，还是要逼阮落去退掉伊安尼啊？你退掉，你著根本补助者，你甲要摕的工钱就无够啊。嘉义县政府农业处表示，即个温室的补助主要针对电气为主，若是想要用修理的方式，就要另外用天然灾害救助的方式来申请，拢会当向当地公所也是农会来了解。另外欠工的问题，农粮署嘛请北部甲东部的设施业者来支援，希望协助农民赶紧完成灾后重建的工作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